可以吗？现在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得到吗？这么直播。啊，你帮我用网络上看到，这样还没看到呢。请部署报告，请牧长直主，牧长直主，耳部区，垒山区，请到台前进行检录。他们要手机要拿回来。我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看得到哦。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我要等我一下。目前的比数是27-13。目前由保中来罚球，好，两罚都中，28-13。第二节剩下2分08秒。大会报告，在你的休息区，如果看到你的 iPhone 猫咪的手机，请带到。好，现在是乌来的球权。如果能看到有一个猫咪的球，iPhone 的手机，请送到球前，谢谢。3分，好，2分。篮下，然后刚刚是我们球员犯规，目前就是 M1 加罚1球，目前的比数是28-15。好，没有不好。宋军抢到篮板球，现在是帮我们进攻。好，保中投。在篮板非常的激烈哈，非常的激烈。好，目前是5赖进攻，5篮3分。好，这个3分线非常的稳哦。好，现在的比数是28-18。目前第二节剩45秒，中距2分。好，犯规。那刚刚5赖犯规哈。目前球权外场发球，易安。大会报告，A 如果你是线下的球员，如果没有到人，你的线下。好，我们抢到篮板球，剩下11秒，不要为爱心跳跳，然后伤害到别人了。请到医务组这边借指甲钳，还有戒指的球员犯规，目前有我们这里加罚2球。等一下上场打球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请裁判看一下他们的指甲是不是很长。已经受伤。目前嘉恩要加罚2球，目前第二节剩下3秒。同时也是爱护自己。嘉恩稳下来哦。现在有时间可以到医务组这边借这一个指甲钳，把指甲给它剪一下，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。请注意一下，我们请这一个 ABC 场地的裁判。好，嘉恩2罚都中，目前剩3分05。好，3秒，1秒，停，时间到。OK， 好，第二节结束，目前80领先了，比数是30-18，30-18。好，持续，请我们线上的家人持续为我们80的球员来加油。在新场地的楼上有一名小朋友捡到手机 iPhone 的，如果你的手机不见，可以到台前来领取，谢谢。
各位线上的家人，目前第3节开始，仍然先发是宝中、以礼、嘉恩、宋军还有义安。目前的球权是在五赖教会。好，比数第3节开始，30-18，持续为我们的家人加油哦！五赖进了2颗，目前的比数是30-20。目前由我们来，目前由80进攻。去找你的家人，叶同约小朋友依照每天后，请到门外大方面，找你的家人。第3分线，好，目前是防守。刚进攻的时候失误。快攻，目前球好3分，没有，好篮板被我们抢走了，好 ，OK， 目前是还是无赖的球，无赖的球。没有判球权判到我们这里哈，球权判到我们这里。好，保中。OK。好，现在换防守了。篮板球一力抢到，好。OK， 义安，义安投2分，现在比数是32-20，好，持续为我们的球员加油哦。好，目前的比数还是32-20，32-20。好，以礼现在倒球，好，球给保中2分进，好，目前是34-20。刚刚在抢的时候稍微有点那个，好刚刚是义安进2分，目前的比数是36-20，好
无赖刚刚投球没有进，现在第3节剩下5分40秒，比数是36比20。现在由80来进攻。好，刚刚伊利在篮下进了，目前是38比20。好，伊利当篮板球，好，稳稳的，稳稳的。好，保中。好，保中进2颗，目前的比数是40比20。第3节剩下5分06秒。现在由80进攻，球传到伊安这里，伊安在外围，传给嘉恩，嘉恩再传伊安。持续倒球，伊安切入，好，篮板抢到中墙道，好，现在扔了，非常好，伊犁，好刚刚伊犁进攻的时候走步好，目前无赖教会喊暂停，现在第2节剩下4分24秒，比数是40比20。目前是第3节第3节剩下4分20秒，比数是40比20。好，我们的球员非常的自律非常自律。目前在场外休息，然后无赖教会正在做一些战术的一些说明好，准备要开始喽。好，线上的家人持续在为我们80来这个加油现在先发的是世祖、保中、素恩、以里，还有伊安，比数目前是40比20。好，无赖的球，无赖想办法在外围去发挥好，刚刚无赖的3分线就没有到没有插到篮板。好，现在换我们进攻目前是易安在负责倒球。好，苏恩拿到球。好，苏恩打给伊里，伊里跳投。好，失足保中投。好，伊里拿到球，篮板球，好，伊里进了。目前的比数是42比20好，刚刚无赖教会的球员投了一颗3分线，目前的比数是42比23，目前还是由80领先。好，刚刚伊里在往前往篮下的时候，造成无赖的球员犯规，由边线场边线发球。比数是42比23，要交换。换目前是一半换伊里，先让伊里下去休息一下。好，苏恩刚刚在篮下拿到了一颗球，然后进了一颗，目前的比数是44比23。好，现在目前无赖进了一颗，他们目前积极的在外线去发挥要让他们的比数更能够相信。我相信在大家的加油声，我们就为主来见证为主来做见证。好，苏恩打给施主，好，再投给伊安，伊安到篮下，伊安2颗，好进。好，现在的比数是46比26。好，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紧张。好。好，80换球员，目前场上苏恩换世贤目前场上苏恩换世贤。好，先发球员有一半苏恩、世贤、保中跟
跟4组哈，比数现在是46比26。第3节剩下倒数1分钟，好，保中。非常的紧张哦，犯规，好，一半加罚，一半要罚2颗。第1颗，好，目前的比数是46比26，第3节剩下24秒。第2颗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剩下21秒，80加油，好，防守现在3分线，哎呦，还好没进哈，好，两方的球员非常的自律哈，非常的自律。剩下12秒，好，场上还是仍然有我们5名先发，一半，思贤、保中、世祖、苏恩，好，刚刚传球的时候有造成一点失误，没关系。目前第3节剩下3秒，比数是46比26，目前80领先。3秒，哦，成功的防守。好，第3节比数是46比26，目前80教会领先20分。好，现在的比数是暂时领先20分。那我们就看见两方的球员80以及无赖2个球员都非常的自律。那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一起就是为他们一起来加油一起来加油。好，现在第4节开始。那第4节开始的时候，目前就是无赖教会的球员很可爱哦，就是可能换他们第二他们在培育的球员哦。然后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，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，苏恩。现在可能打的是说想要培养下一代小朋友，所以他们现在的球场的几乎应该都是小朋友。也为无赖教会的这些青年来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好，无赖非常失足，好，失足篮下1颗。目前的比数是51比26，暂时领先。目前第4节剩下9分14秒，无赖投。OK， 好，现在目前80也换场把宋军换成使用的好，苏恩。好，目前刚刚投的时候没有进好，现在的比数一样，仍然维持51比16，一用投1颗。好，他们无赖教会的快攻，好，进1颗。那目前的比数是51比28。
将会导球下给一半，一半再给一用，一用在篮下。好。第4节剩下7分42秒，目前还是有无赖的球哦，比数51比28。好，现在由80的进攻哦，外线给世贤，好，篮板球无赖拿到。现在，现在换球员，把易安换下来，苏恩下来休息。场上仍然是易安、一半是主世贤已用。好，目前我们无赖也开始换球员哈，把刚刚那一个国中的选手先换下来。倒球非常的快哦，好，目前一用拿到球，好 ，OK， 一样就是好，世贤，一样哦，我们这边进攻，好，开始。刚刚失误，好，现在目前世贤在这里，好，速度非常快，无赖的速度非常快哦，3分线，好 ，OK， 篮板我们失主拿到，啊，现在还是稳定的做一个运球，现在的比数是51比28，那现在的比数是54比28，现在第4节结束，剩下5分36秒。现在由80教会做这个场边发球。好，现在换下换成要换选手，把一棒换下来，苏恩上场。现在先发仍然是易安、苏恩、已用，是主世贤。好，已用3分。好，提提分。好，现在无赖进2颗，现在是54比30，4比30。现在目前进攻权在80这里。好，世足世贤3分。好，现在在因为现在剩下第4节剩下4分20秒。用好，易安，好，易安3分，目前的比数是57比32。刚刚无赖投的时候没有进啊，好，目前进攻权在80，易安3分。连续进3分哦，现在的比数是60比32，现在距离第4节结束还有3分53秒。好，现在换下世足，然后伊犁上场。场内现在先发就是易安、素恩、世足、世贤、已用、伊犁。好，接下来无赖进2颗，现在比数是60比34。好，世贤的3分，好，没关系，世贤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现在无赖进攻，
好，哇，苏恩抢到球，快攻。好，苏恩进球，比数是62-34。目前第4节剩下3分钟。好，小朋友非常准。好，无赖进2颗，比数62-36。目前剩下结束还有2分40秒。好，外围倒球，伊犁。好，伊犁3分。比数是65-36。好，无赖进攻切入篮下进2分。现在是65-38。好，现在进攻是在80这里。好，施贤篮下进。比数是67-38。好，现在目前无赖换下一个新的球员，然后场边发球。好，无赖开始进攻。好。好，刚刚外线没有投，现在是伊犁苏恩。好，无赖抢到篮板球，无赖进攻。无赖的小朋友3分线。好，无赖进了2颗，目前的比数是67-40。剩下结束还有1分18秒。好，80进攻。好，施贤3分。施贤连续2颗，2分3分，目前的比数是70-40。距离结束时间还有1分钟。好，无赖的一个篮下切入进了2分。现在目前是80进攻，现在的比数来一用3分。非常的腼腆哦。季军赛，恭喜拿对教会拿到季军。好，小朋友再跟。教会拿到季军，精彩好球。伊犁非常有爱心。两方的球员非常的有爱心哦。那现在剩下结束还有倒数12秒。好，现在大家都非常有。好，现在。好，结束，恭喜80进入冠亚军。进冠亚军。好，恭喜，谢谢无赖，谢谢无赖教会，也谢谢80教会，对，没有加法，无赖2个前发者。无赖教会非常的可爱哦，好，恭喜80教会进入冠亚军，比数是70-44，下午的冠亚军是下午的5点50分，我们会在做线上的直播，好，谢谢大家。